市場成交你要知，文華東方旗下銅鑼灣全新甲廈港島1號中心錄得首宗大租務，仲係台資銀行出手，即刻同你拆解呢單成交，快啲睇落去啦！即刻同大家分享呢一宗大手租務成交，係位於銅鑼灣告士打道嘅港島1號中心，前身係怡東酒店，重建之後變身成為甲廈，項目未正式開業，最近錄得首宗租務。台資國泰世華銀行一口氣租咗22同23樓全層，總面積大約4.3萬平方尺，尺租大約係55蚊。市場認為因為屬於首宗租務，相信租金有少少折讓。到底呢個尺價水平係點呢？我就請嚟寫字樓部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Louis 同我哋分析一下，聽下佢點講。近期銅鑼灣港島1號中心 One Causeway Bay 錄得一宗兩層約43000尺，尺租55蚊嘅成交。呢一個價格屬於一個正常嘅水平，應該唔係因為首宗而折讓，因為附近 Tower 535現時嘅叫價大概係60蚊，而最近一層嘅成交估計都係50蚊左右。港島1號中心55蚊，屬於一個市場嘅價格，再加上全層面積逾2萬尺，市場上面可要需要一啲時間而去消化，所以呢一個租金係屬於維持喺呢個水平係合理嘅。至於近期銅鑼灣甲廈空置率嘅情況 ，Louis 就話相對算低。5月份銅鑼灣甲廈空置率大概係8.06%，按月下跌0.23%。喺整個港島區嚟講，係算係低空置率嘅地方。中環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達到14.11%。銅鑼灣區嘅租戶係比較多元化，包括金融啦、美容、旅遊、醫療就佔最多。估計未來都應該係以呢啲行業為主。而而家喺銅鑼灣可以超過1萬尺嘅樓盤，其實都唔會太多。由2025年開始到而家，大概有7宗過萬尺嘅成交，大部分都係喺 Tower 535、World Trade Center、Lee Garden 1期、2期同埋 Times Square Tower 1。嚟緊再同大家睇更多成交同埋市況，記得留意我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